而且我们也要透过一群人的信仰告白，来告白他们的信仰，来做见证。我们参加洗礼跟圣餐，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领受了最大的神迹。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最大的神迹。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您，透过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与盼望。说我们是何等卑微，但是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们要因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。恳求主，你帮助我们能够专注在你的话语，并且透过你的话语得着力量，得着改变，来领受最大的神迹。恳求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首先，我们要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的经文背景。首先，我们看到一群试探者，他说有几个经学教师跟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经学教师跟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但是他们却处处跟耶稣基督作对，因为耶稣所传讲的正是他们不及之处，耶稣所传讲的正是他们生命当中信仰上的致命弱点，所以他们来找耶稣说：“老师，我们希望你能够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”事实上，我们在这之前，我们看到耶稣已经行过许多的神迹，他医病赶鬼，平静风浪，使瘸腿的可以行走，使瞎眼的可以看见。这些人一定不是没有看过，但是他们还是想要试探一下耶稣，看看耶稣有没有真的有这种能力。那其实这群人是故意跟耶稣作对的，要求耶稣可以证明他是弥赛亚。我们看到耶稣在他出来传道之前，他到旷野里面禁食40天之后，有撒旦来试探他。现在撒旦变成这群人，而这群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。我们看这群宗教领袖，他们掌握信仰的资源，他们虽然研读圣经，但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他们居然成为撒旦的同伴，他们来要求神迹。耶稣非常的伤心跟愤怒，他说：“这个时代的人多么邪恶，多么不忠！你们竟然要求我显神迹。”耶稣说：“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，再也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。”耶稣说：“约拿曾经在大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，人子也要在地的深处3天3夜。”我们如果要知道约拿这个先知的神迹，我们就要看旧约的约拿书。这个约拿书是记载一个先知的故事，这个先知叫做约拿。那上帝当时看到了有一个叫做亚述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有一个首都叫做尼尼微。上帝看到这个尼尼微的城里面，从王到一般的平民都行上帝看作邪恶的事，所以上帝想要带来审判。但是上帝给人一个机会，所以他要先知约拿事先到尼尼微城去，跟这个城宣讲上帝审判的信息。约拿当然不要，因为我们要知道，约拿是以色列人，而亚述帝国正好是以色列人的敌国。你要他到一个敌国的首都去宣扬悔改审判的信息，这个先知当然不要。所以上帝要他到尼尼微去，他就偏偏往西班牙这个方向去。他搭上了一个船，但是我们知道，谁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？谁能够逃避上帝的心意？
他搭上了这艘船，上帝就让这艘船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风浪。船上这个非常有经验、非常老练的船员也都觉得非常可怕，每个人都跪下来祈求自己信仰的神明，但是都没有办法使风浪平静。这时候他们找到在船舱底下睡觉的约拿，他说：“约拿，你赶快起来，跟你的所信仰的上帝祷告啊！我们当中不知道谁得罪了这个神明，以至于我们遇到这么大的风浪。”约拿就对他们说：“其实我老实告诉你们好了，我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、包含海洋的上帝。那我现在正好在违背他的旨意。”哇！这群船员听到了，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，还在那边睡觉？赶快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风浪平息。”船员们拼命的要把这个船划到岸边去，可是没有办法。就约拿最后只好跟他们建议说：“啊，不然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去，也许上帝就会熄了他的怒气。”船员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好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。果然，海浪就平静了。上帝又差遣一只很大很大的鱼，把约拿吃到他的肚子里面。约拿就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，在那边祷告。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心意，所以最后他不得不顺服在上帝的心意当中。上帝就要这只大鱼把约拿吐在岸上。约拿心不甘情不愿的跑到尼尼微去传讲上帝的信息。他想说，我再传也没有用，这群人应该是不会悔改的。没想到他一宣扬上帝的信息，尼尼微人不单单是听了他的信息，而且看到过去一个不顺服的先知，今天顺服上帝的心意，这是最大的改变啊！所以不单单是约拿传扬的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他的生命的改变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呀。所以尼尼微城的人，他们就相信了。约拿也觉得非常惊讶，大家从王到平民，每一个人都悔改了。其实耶稣是利用这个先知的故事在比喻自己要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啊。他说：“约拿曾经在大鱼的肚子里3天3夜，人子也要在地的深处3天3夜。”是暗喻耶稣基督为人受死之后，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，第3天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尼尼微人是万恶不赦的一群人，他们行上帝眼中看作非常邪恶的事物。可是他们听见信息，看见约拿的改变，他们就相信了，就悔改了。而耶稣呢？耶稣说：“我本身就是上帝的使者嘛，我本身就是上帝的神迹，我所传扬的信息是上帝的信息。可是你们听了、看了这些神迹，却是心硬，不愿意改变。每一个人都是无动于衷。”耶稣感叹地说：“你们这群要试探上帝的人，你们到底有没有通过上帝的信息跟上帝的神迹来得到改变？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。牧师今天要讲的非常简洁，你们要仔细的来领受。首先，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神迹，最大神迹的对象是谁？是一个邪恶的时代，是一群不忠的罪人。那你会问说，是谁呀？是谁呀？牧师告诉你，就是你，就是我。我们每一个人，这全世界没有一个是义人啊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是指我们每一个人。每一个世代都是邪恶的世代，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都违背上帝的心意。所以最大的神迹的对象就是你跟我。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一点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福音，每个人都需要福音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
教会这个礼拜堂当中，有非常令人感动的事。昨天我们从下午开始，下午的时候，松联部台南中会的松联部在这边聚会。松联部其实比我们年轻人还有效率啊，他们报名550个人，就真的来550个人，所以我们事先就做好预备，所以这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。我们教会的松联也非常辛苦的做很好的招待。到了晚上其实我到前一刻都不知道多少人了，因为我问那个我们的台南中会青年部的部长盛文问他说有多少人，他说800，我说800怎么来的？他说我们想出来的。那我想说，台南中会办活动，青年部办活动从来没有超过300个人，你怎么谁给你这么大的信心？我心里面暗自的耻笑他。那天我跟几个同工去搬椅子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们借了168椅子，我们加上我们教会这些椅子，大概至少可以容纳500多个嘛。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们猜几个人？我们来输赢一下，你们猜几个人？就搬椅子那个人说，一个说300，另外一个也说300，那有一个比较有信心一点说400。牧师告诉你说，牧师说500好了，我们要有信心一点500。就昨天晚上来了1030位，1030位。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那个龙谦长老这个楼上这样跑过去又跑回来，又跑过去又跑回来，不知道跑了几趟他本来已经很瘦了，还在那边跑。牧师也上上下下，其实我也跑了很多趟，为了要把那个连线连到那边去，让更多人可以参与。昨天晚上在这边这个礼拜堂我相信有超过将近600个人以上，然后再加上3楼的，再加上对面的，他们的统计结果是1030个人在这边敬拜。牧师在现场的时候，我虽然非常忙碌，但是我内心非常感动。我看到林家恩医师就在呼召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愿意为上帝所用的，请举手。”我看到一只年轻人的手就举起来，我内心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想说，我看到了台湾的未来的希望。我看到一群愿意在耶稣基督恩典之下悔改的年轻人，他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出来，那种激动是无以言喻的。以前长老教会都是说你们是又长又老，松联团契550人。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宣告说，我们的年轻人是有盼望的，超过松联团契1倍的人。当这群年轻人被差遣出去的时候，需要福音的灵魂就会因为他们的生命的转变而得到悔改，而且是每一个他们可以影响到的人，都可以透过他们的生命来带给他们祝福。所以最大神迹的对象是这个邪恶的世代，以及所有需要福音的罪人。接下来牧师要跟大家讲最大神迹的内容，就是我们要去传讲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受苦。耶稣说，约拿曾经在大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，人子也要受苦，到地的深处，就是阴间3天3夜，第3天要复活。所以我们传讲神迹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没有结束哦，耶稣死了3天之后，荣耀的复活，这就是最大神迹的内容。我们看到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本是神，但是他愿意道成肉身，并且为人受苦，所以神高举他。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第2章6到第11节，他就在说了，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他原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强权，相反的，他自愿放弃一切，
取了奴仆的本质，他成为人，而且为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，上帝就高举他，成为我们众人敬仰崇拜的对象。这就是最大神迹的内容。我们今天就是要去宣扬这样，耶稣基督为人受苦，并且带给人盼望的一个信息。那最大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的罪人离弃罪恶，得到救赎。脱离罪恶，生命得到改变，是最大神迹的目的，也是最大神迹的显现。当我们看到一个失丧的灵魂被挽回的时候，我们就见证到神最大的神迹在他生命当中彰显。以前牧师就跟大家讲过，我们今天讲到神迹的第13讲，牧师就说过，神迹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神迹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的病得到医治了，我们耳朵听不见，我们现在听见了；我眼睛看不见，现在看见了，不是这样，而是要让我们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。这是所有神迹的目的啊！你今天眼睛看不清楚，神让你看清楚，将来你有一天你还会看不清楚。你身体，甚至你身体死亡了，耶稣让你复活，有一天你还是要面临死亡，这是自然的。那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神迹的目的就是让你透过见证这些神迹，恢复跟神的关系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这是神迹最重要的目的。那怎么样领受这个神迹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要悔改，要因为相信而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所以耶稣说，在审判的日子，尼尼微人要站起来控告你们这一代的人，因为他们听见约拿的宣讲，就宣道，就离弃邪归正。而耶稣比约拿更重大的事。他说，在审判的日子，南方的女王是指示巴女王。我们可以去看这个列王纪上第10章，示巴女王因着所罗门王的智慧，她听说所罗门王有来自于上帝的智慧，所以她就来拜访所罗门王，跟他谈论。后来她透过所罗门王所回答她的所有的问题，这些答案，她知道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她知道上帝的伟大。所以耶稣说，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，你们要求一件神迹，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神迹，你们难道不能领悟吗？尼尼微人可以借着约拿的警告认识上帝，示巴的女王可以借着所罗门王所显示的智慧来认识上帝，而在耶稣里面有更丰富的恩典，比所罗门王更深的智慧，比约拿所宣讲的更好的信息。我们这一代的人居然盲目看不清楚，这一代的人就要接受审判，实在是可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为罪悔改的人，每一个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都要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我们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做《奇异恩典》，这首诗歌的作者叫约翰牛顿先生，他原本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，他在非洲买黑奴，把他送到英国去当人家的奴隶，这当中害死了多少人？他吃喝嫖赌样样都会，一直到他认识耶稣基督，他整个生命得到翻转，并且用一个新的生命来为过去所做的罪行来赎罪。他牧养教会，当中有一个信徒叫做威伯福斯，他是英国的国会议员。这国会议员他们就开始，因为约翰牛顿跟他们传讲的信息之后，他们知道蓄奴是不对的，所以他们开始在英国的国会当中，借着他们的上帝给他们的能力，
他们开始推动解放黑奴的工作，最后终于完成，甚至比美国的还早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悔改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可以用他的生命带给更多人的祝福。今天我们在这边感谢上帝，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我们也领受这种从上帝而来的恩典，我们要去做一个宣扬的人，来祝福其他的人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您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跟盼望。主啊，我们领受这些恩典，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。恳求主，你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在宣讲你的信息、为您做见证上面，尽我们的能力来服侍。感谢神，也恳求主，你使用我们来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，使用我们来拯救更多的灵魂。感谢主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